常言道：天下事有難易苦，為之則難者亦易矣，不為則易者亦難矣。我哋寧願做艱難嘅改革者，都唔能夠做安逸嘅停滯者。現今地緣政治風雲變幻，不確定性不斷增加。香港可以提供俾世界嘅，正正係安全同埋發展嘅確定性。呢啲確定性係現今世界需要同埋渴求嘅。國家機遇同世界機遇都圍繞住香港。只要我哋把握好機遇，不斷提升自身價值同埋競爭力，改革求進，創新創造，憑住香港人嘅智慧同經驗，我有信心東方之珠一定能夠喺世界舞台上綻放更耀眼嘅光芒。多謝大家。